大家好，現在是我易喜先生為大家分享12生肖2026年2月22日至2月28日運程。此周仍在丙寅月後段，木火漸收，土金回升，水稍有喘息。屬鼠的朋友，事業火勢減弱，壓力稍降，手中有進。財運正財平穩，偏財略有回升。感情爭執減少，而多體貼。健康睡眠改善，腸胃仍需注意。屬牛的朋友，事業土金並旺，穩步推進，貴人助力更強。財運穩定增長，適合長期規劃。感情和諧，適合共度時光。健康筋骨與肩頸需保養。屬虎的朋友，事業木氣稍降，機會仍在，但需耐心。財運偏財減弱，正財穩定。感情桃花仍旺，但需謹慎選擇。健康注意情緒平衡。屬兔的朋友，事業木勢回落，心態更平和，進度改善。財運收支平衡，消費更理性。感情穩定，多溝通更佳。健康注意眼睛與肝臟。屬龍的朋友，事業土金並旺，突破更穩固。財運正財良好，偏財有機會。感情甜蜜，適合規劃未來。健康飲食需均衡。屬蛇的朋友，事業火勢漸收，表現平穩，爭執減少。財運平平，宜守不宜攻。感情需耐心經營。健康呼吸系統需保養。屬馬的朋友，事業火勢回落，合作仍在，但需耐心。財運偏財減弱，正財穩定。感情進展平穩。健康腸胃與飲食需注意。屬羊的朋友，事業土金並旺，壓力減輕，心態更佳。財運正財穩定，偏財略有提升。感情和諧，適合表達心意。健康注意皮膚與免疫力。屬猴的朋友，事業金勢回升，挑戰減輕，表現改善。財運偏財有機會，正財穩定。感情桃花回暖，單身者有機會。健康保持規律作息。屬雞的朋友，事業金勢回升，壓力減輕，挑戰可化解。財運正財穩定，偏財略有提升。感情包容增多，爭執減少。健康注意腸胃與飲食。屬狗的朋友，事業土金並旺，事業更穩固。財運良好，適合儲蓄與投資。感情甜蜜，感情增進。健康注意牙齒與口腔。屬豬的朋友，事業水勢稍回，壓力減輕，手中有進。財運偏財回升，正財穩定。感情和諧，單身者有好緣分。健康注意消化系統。木火退場，土金登場，虎與兔的光芒稍收，牛、龍、狗的穩定力量成為舞台焦點。水屬的鼠與豬終於迎來喘息，金屬的猴與雞也重拾鋒芒。這一周命運的鏡頭轉向平衡與穩固。這是綜合性的生肖運程推算，屬於大方向的參考。若你想要更精準的分析，請聯絡我，我可以結合你的出生年份、月份、日子與時辰、八字來推算，會更貼近個人狀況。